然回想用情的心，相信听堂会带来的安然休困，可通家己，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真心欢喜大荣耀，通过你我世间的路，真心望平心去走，靠主相信，坚固人心志，勇敢行出勇敢的去，心到最高有上万万里，对吹心路我的意义。愿我的主最前带咱去，分享见证听堂作为，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我心万倍。咱敢唱四节，上尾仔节的是后壁迄音互伊爬起哩，吼，剩的就拢无好，请咱准备心，三甲来敬拜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当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将这个时间分别做成归伫上帝，互咱的心独独向伫上帝。咱开始今早起的敬拜。
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咱来吟圣诗257首，求主复兴教会，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爸爸，阮感谢你，感谢主，你予阮诚侪你的囝儿。伫圣的主日，阮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这是阮用感恩的心。感谢上帝，你对伫阮的恩典甲保守。主，因为有你满满的恩典，互阮每一日拢充满你的保守甲平安。嘛，因为有你的看顾，互阮虽望有时情绪有起落，总是阮伫你的固守内面一尽平安。阿爸爸，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你予阮有你对伫阮的保护甲看顾。主，你是奇妙，你有大气力，你需要阮日日来学习。求主予阮学晓你所教示阮，凡事感谢每一件代志，我拢带来到上帝你面前，上帝你来发出对心肝底所发出的学习。阿爸爸，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只是阮恳求上帝，阮来到你面前，互阮会当认阮家己的罪，不管这个罪是隐密的，或者是显明的，拢求你互阮知阮家己的罪。因为只有阮会当知罪，阮才会当认罪。求主你互阮会当了解，有时阮掠着人的骄傲。阮认为家己做的是对的，总是阮无看见着上帝你对伫阮所要显明的恩典。求主你帮助看顾阮，你显明遐阮隐密无看见的罪。阮搁较恳求上帝，你来赦免阮遮的罪过。主，阮知阮是软弱的，阮无够额。阿爸爸，求你看顾阮，嘛求你保守阮，靠着你的保护。将阮的罪洗清去，求主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互阮会当一摆，搁再一摆，无瑕疵徛伫你面前，互阮诚侪你所欢喜的囝儿。阮搁较恳求上帝，互阮知你的恩典，
对阮的心肝底彻底来做一个清气的人。阮毋是含伫迄个做了，搁再犯，求下罪，搁较去做迄款的情形。求主你，互阮会当了解，阮来做一个不断进步来得胜的基督徒。我毋是单啊得救尔，阮搁较爱得胜，伫阮的生活当中不断来进步。主，阮感谢你。主，这是阮恳求你看顾阮这个世界。阮伫世界动乱的时，互阮有平安。嘛，恳求上帝你保守阮台湾，阮整个的社会会当安定。嘛，伫咧阮面对着世界的环境的时，互阮的政府官员有智慧，搁较有疼心。嘛，互阮的政府官员拢有清气的心。上帝求你甲因三个直直，祝福因，保守因。主，我嘛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特别为着阮教会建堂的事工的需要，恳求上帝你来保守、引带、看顾，嘛阮新的会堂会当诚侪即个社区的光灯，引带一侪人来认捌主。我嘛恳求上帝你保守阮今仔日中级的改选。有圣神的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安静阮的心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求主你来帮助、看顾、带领，阿爸爸，阮感谢你。这时，阮嘛为着阮教会真女爱小朋友来祈祷，求主你保守医治伊所骨的骨折，互会当早日来痊愈。嘛，恳求上帝你看顾吕朝金弟兄，伊得着蜂窝性组织炎，求主阿爸爸你来医治看顾，互会当早日来恢复健康。嘛，保守徐云莲姊妹，互伊带状疱疹会当紧紧得着好，求主阿爸爸你亲自来医治。嘛，恳求上帝你看顾林素儿姐妹，互伊会当早日伫昏迷当中来醒过来。嘛，恳求主你来保守吕春梅姐妹，互伊伫治疗的过程当中无共款的选择，互伊学晓专心来倚靠上帝。嘛，求主你来引带伊面前的道路。主啊，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听阮的爸爸，即时阮求你的圣神来光照阮，使阮众兄弟拢有智慧的心，有聪明的灵。会当明白今仔日牧师所要分享的讲道，嘛恳求上帝你赏赐牧师有智慧甲气力，互牧师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诚侪阮众兄弟的帮助。即时我们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第11篇诗篇32篇。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这款人真有福气。上主无算伊的罪，个心无奸诈。这款人真有福气。我若点点毋认罪，
就规日嗨嗨餐，连骨头都打去。你的手明日重重幸福我，我的情力亲像予热天的日头晒甲焦焦去。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无隐瞒我的罪恶。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安尼虔诚的人，得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袂淹着伊。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眷顾你。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就用马加姜、马力素约束，才会挽滚你。歹人会受真侪痛苦。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慈爱四面为伊。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着大声欢呼。这时，咱来共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咧以赛亚书第29章13到16节。我先来读台语汉字本主讲，这个子民用喙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毋过因的心离开我远远。因敬畏我不过是照人留落来的教示，所以我要伫人民中间做一项奇异搁奇妙的事。因智慧的人的智慧会消无，聪明的人的聪明会消失。惨啊！遐个想要对上主暗砍因的阴谋的人，因伫暗中做代志讲，啥人看会着咱？啥人会知？恁颠倒是非，恁要甲烧毁师傅看作黏土是无？受造的敢会当对造伊的讲，你无做我？灰敢会当对烧毁师傅讲，你拢毋捌？再来，我们看和合本。主说：“因这百姓以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前人的命令。所以看啊，我要在这百姓中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消失。祸哉！那些向耶和华伸长谋略的，他们在暗中行事，说：有谁看见我们呢？谁会注意我们呢？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陶匠如陶土呢？受造物岂可论创造者说，他并没有造我？制成物岂可论制造者说，他根本不懂？愿上帝祝福听等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青少年团体来学乐。因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耶和华是我牧者》。
这时，咱要请文龙林牧师来正道。牧师今仔要分享题目是“喙唇尊敬，心却远离”。咱头拄青少年团契带咱用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条诗歌来带咱来同齐来敬拜主。我要问，这条诗歌出处对倒位来？感谢主，咱无袂记，摸读的，结果到尾咱毋知影对倒位来。对诗篇23篇所出。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真侪时阵毋是甲亲像讲即条诗歌唱就好，咱是唱，咱咧唱的时阵，是毋是嘛会通安尼诚做咱会提醒？伊伫遐讲起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安尼，咱伫咱的生活中，咱是毋是有迄款安尼对主来迄款满的迄款的？咱讲满足，无有欠亏，是咱游玩，还佫心内还佫伫咧礼拜时阵，还佫咧想着我欠啥物，我欠啥物货。伫遐讲着伊要互我的灵魂清醒，要互我的灵魂精英，互我行伫伊的正路的顶面。我虽然行过死人的山谷，游玩无惊灾害。当咱行过死人的山谷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法度倚靠主来较赢？这也就是今仔日牧师所要分享的即个题目的一个真要紧的迄个讲出发也愿主的灵实在会通时常来带领咱若是带领咱今仔日的干那带领咱今仔日礼拜，也带领咱每一天。咱今仔日礼拜要召开即个临时会员好会，毋若是干那要为着咱的建堂的即个时间来投票表达意见，也要来改选咱新任的即个长老甲执事。所以伫咧即个真要紧的即个时刻，咱要同齐搁一摆来审查一个真会通讲一个真严肃的题目，就是什么叫做喙唇尊敬，心却远离嘴唇尊敬，心却远离。伫圣经内面有讲起着上帝毋若是干那讲无欢喜某一寡代志，上帝伊伫迄中间，伊所表达的毋是干那无欢喜，伊所表达出来是叫做憎恶叫做对伫即寡遮的代志，伊所看咱讲怨恨真讨厌换一句话来讲，就讲遮的习惯，有一寡咱生活中的一寡习惯，伫上帝眼中是看做是厌恶的，是看做安尼，伊上帝看做无欢喜的罪，因为因遮的罪安尼，咱讲拦阻了我们与上帝的那个亲密，甚至咱的敬拜，也是讲咱的祈祷，是安怎无法度，咱的礼拜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接纳甚至咱的祈祷无法度得到上帝安尼听见。有一寡代志，可能咱是毋是应该好好来去深想。有当时，搁较互咱安尼着惊的是，遮的恶事往往毋是咱安尼想象迄种叫做显而易见的迄种大罪，什么叫大罪？亲像谋杀、偷窃，上帝伊咧看的，毋是咧看遮安尼尔，伊咧看是迄个叫做显而未见的、隐而未现的，隐而未现的是日常的，是咱安尼，甚至是咱会通伫咱安尼讲，伫咱的咱来自称咱是基督徒，但是确实伫咧咱的生命内面的一寡真细项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却是安尼会通讲是上危险的所在。
因为当咱伫遐咧安尼口唱心和，伫遐咧学了主的心，有可能咱的心确实伫咧安尼远离上帝。我毋知影讲咱咧唱诗，敢若讲上简单唱圣诗就好。我毋知影讲咱伫咧唱圣诗的时阵，咱伫咧对着迄个圣诗的迄个安尼歌词咧唱的时阵，咱家己本身的迄个咧唱的时阵的迄个心情，甲迄个感受怎样？你有法度伫咧诗歌内面唱甲哭出来？迄个诗歌有法度去感动着你的心无？迄个诗歌有法度去触动你的心啊无？啊是干那我只不过是甲唱过去，甚至我敢若真在意着即个歌词迄个唱了安怎？但是有可能咱咧唱的时阵唱到那个五音不全，但是因为唱的人伊本身对伫即条歌词，伊安尼讲用着伊的心伫遐咧唱即条诗歌的时阵，就触动上帝的心。所以咱有当时，咱自认咱是属灵的，但是有可能咱所活出来，拄好活伫咧迄款上帝所憎恶的即个代志的顶面。所以咱今仔日要透过着咱今仔所领受的即段经文，咱搁一摆来去审察咱会有可能咱所犯的遮个恶事。我咧讲这个时阵，代表说，遮个拢有可能是我过去我所经历到的。但是咱需要去找到迄个出路，也愿圣神真正帮助咱，互咱毋是干那只有听道理，乃是咱真正有法度去行道理，去悔改，去更新咱的性命，行伫咧迄个合伫上帝的心意，迄款咱咧讲圣洁的迄个道路的顶面。安尼，咱要问的讲，安尼做几样的恶事有倒几项？第一项，用着污秽的手去献上咱空洞的敬拜。咱伫咧礼拜的时阵，应该是用着迄个信仰来成做咱的迄个核心。但是每一个人，咱的心灵有可能咱就早已经去受到迄个即个黑暗，来甲咱安尼讲玷污了，玷污了我们原本应该是一个纯净的心。迄个递到咱迄个，就算讲搁较热。搁较安尼唱甲安尼，那像安尼满心欢喜的即个歌声，递到迄个所唱出来诗歌是变做是一个表演安尼那尔。有可能咱的个人的生活内面有一寡代志咧影响着咱，亲像讲色情，也是淫念，吼。也是迄种咱伫咧咱生活中的暗中的迄款的自我的放纵，看起来那就是个人的隐私啊。但是伊确实伫咧腐蚀我们灵魂的迄个，诚做迄个腐蚀灵魂的迄个，咱讲毒瘤，都甲亲像癌症吼。咱每一个人性命内面拢有一寡癌细胞，咱的身躯面顶拢有癌细胞，但是迄个要安怎去激发迄个癌细胞成长的？有可能就是伫咧迄个咱生命内面，咱的生活中有侪的迄个生活，滴到迄个癌细胞，伊开始伫迄个中间来，咱的灵魂依然共款。有一寡代志是咱伫遐不经意伫遐做，咱感觉讲这个无啥，人无人知，但是咱确实伫咧中间去影响着咱的生命。诚做咱灵魂的毒瘤，所以耶稣伫咧马太福音内面去讲起着讲，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你用想象讲，当咱伫咧拜伊甲拜人的即个中间，咱沉溺在迄个罪恶的当中。礼拜日咱伫遐举手伫遐敬拜，弟兄兄，这毋是敬拜，这是对上帝的一款背叛。上帝伫咧以赛亚书第1章内面，伊伫遐讲起讲，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是安怎？是安怎？咱举手祈祷，主讲我要眨目，无要看；我要目睭，我唔看。因为咱的主伊所看重的，
毋是咱的歌声，也是讲咱咱所表现出来，伊所看重的是咱的内心。所以咱真正的敬拜应该是开始伫咧迄个悔改、迄个认罪顶面，咱要安尼，咱迄个性命爱伫遐来得到更新。咱有可能咱伫咧咱一礼拜中间，咱有做事来得罪上帝。咱来到伫上帝面前的时阵，上无咱需要真正用着真心诚意来伫遐来看见咱家己的迄款安尼，咱讲看见自己的不堪，看见自己的软弱，伫遐来承认家己的罪。所以咱需要做的一件真要紧的代志，咱爱亲像大卫同款，伫遐来向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我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赐我一个新个忠诚的心灵。华语讲：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咱会知影，真知影，真清楚知影讲，咱家己本身，咱的肉体是软弱的，咱是安尼是袂堪的，所以咱真侪时阵，咱会安尼无张持，咱就安尼跋落去，咱讲跌落神坛，吼，同款。咱伫遐，咱伫咧咱的生活中，咱伫咧礼拜时阵来教会做礼拜，OK， 咱可能安尼得到安尼上帝的话语，咱安尼互咱哇。咱感觉讲真好哩，但是当咱转去到厝的时阵，咱是毋是又被打回原形？咱需要互迄个耶稣的迄个性命来去替代咱迄个旧的迄款的老我的迄款的性命。所以迄个一个真实的敬拜是来自于一颗安尼迄个。被赦免愿意悔改，被赦免受到洁净迄款安尼的心。第二项，咱所需要，咱有可能会迄款的习惯，是咱会用着论断他人来去压砍咱家己的迄个，咱讲伪善。论断是一个属灵的陷阱。当咱伫遐指出别个人伊的错误的时阵，往往比起面对咱家己的罪是较容易的。咱会通想象，咱真侪时阵，咱拢有听过安尼的比喻。当咱手指着别人，讲安怎的时阵，有另外4支指头仔是指着什么人？咱家己本身。所以当咱伫遐咧论断他人的时阵，咱是用着迄个论断他人，伫遐来安尼来。去，咱讲掩盖吼，迄个家己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咱讲伪善，咱家己做了无好势，却是伫迄个中间来指着别人所做的无好势。所以主要说，伊警告咱讲安那，讲着安那，将你家己目睭内的迄个查箍啊，吼，着先摕出来，才会当看清楚，通甲你的兄弟目睭内的。茶油啊，提出来。你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好去掉你弟兄中的刺。所以真侪时阵，迄个论断，安尼披着一个，有当时咱会晓想象，有当时有可能咱是用着祈祷的外衣，论断披着祷告的外衣咱伫遐讲为着某某人祈祷，实际上却是咧传递咧传达一个迄个批评，也是一寡小道消息，就较亲像迄个法利赛人，伊伫咧圣殿底下咧祈祷的时候讲：主啊，我安尼我拢奉献1/10，我怎样，但我无亲像迄个人，有无？当咱伫咧祈祷的时阵，咱到底是用着什么款的心伫遐咧向上帝来祈祷？上帝监察人的心，伊知影咱到底咱的真正的动机是甚么货？有可能是出对迄个嫉妒，甚至是骄傲，是咱真正是用到迄个真实的疼来去对待咱的兄弟、咱的姊妹。所以罗马书第1章内面
不会第二章里面不会也来讲啊，你在什么事上评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论断不是伫遐来彰显公义的，乃是伊要反而要伫咧迄中间来咱讲显示出咱家己迄个伪善的迄个部分。安尼咱要怎样做？咱所需要的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需要关掉咱内心的迄个审判庭。咱爱需要是谦卑伫上帝面前，咱所需要是先对付咱家己的罪。不管是伫咧教会，不管是伫咧家庭，不管是伫咧咱的公司、咱的职场，咱伫咧甲人会来往，咱需要，咱就算讲咱看见人的唔好，咱无伫迄中间伫遐来指责对方，咱是真正用着基督的听去来上帝祈祷讲主啊，但求你怜悯我。迄款的怜悯是叫做盖瓜承受的迄款的祈祷，就是讲，就算讲对方伊所犯的，但是当咱要为着伊来祈祷的时阵，是讲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当咱看见对方的迄个不是那个不好的时候，伊敢是嘛咧反射咱的无好的所在。所以咱伫遐上帝祈祷的时阵，是迄款的祈祷是求主怜悯我，是我们，不是主啊，你求你怜悯伊。这是咱伫咧咱有当时咱真伫咱的生命中，咱时常会陷入迄款安尼属灵的陷阱。第三项的习惯，有可能是咱伫咧中间这是头拄你讲当咱伫遐安尼看见咱的兄弟姊妹伊的迄个因的欠亏的时阵，咱是爱用着温和的心来甲伊纠正。但是有的人伊听袂落去，要安怎？咱就将伊交代互上帝，但是咱后壁即句话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咱家己嘛着小心。才免受引诱。真侪时阵，咱伫咧咱家己的生活中，咱敢若看见别人的迄个草仔刺，结果却无看见咱家己目睭中的圆仔叉。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这个就是咱今仔咱伫咧社会中看到足侪迄种叫做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但是咱伫咧看见别人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时阵，咱是是嘛落入迄款自我感觉良好的迄款的中间。第三，咱有当时咱的祈祷是迄款有口无心的祈祷的迄个一个表演。有一些的祷告听起来安尼很感人，哇，安尼祈祷起来安尼，互人安尼哇心很触动。但是伫上帝面前，却是毫无价值。啥怎奈安尼？因为因有可能只不过是干安尼讲叫做言辞的一款的堆积迄种堆砌，毋是真正迄个性命的幸福。所以迄祈祷，咱捌看过迄个教会内面有个人咧祈祷的时候，哇，祈祷甲安尼足华丽的有无？迄个人祈祷安尼祈祷甲遐尔华丽，哇！我拢安尼自堪不如，结果只不过是作文一场。我无伫遮无咧讲，因为其实我鼓励咱的尤其是教会内面的长老执事，你伫咧礼拜的祈祷，请你爱准备，所以你爱写祈祷文出来，毋是要叫你作文。乃是爱你有准备心，因为你是代表众兄弟来向上帝献上一个祈祷的祭，所以咱需要有去准备心，但是迄个不是作文，而是真正为着教会内面的需要、兄弟姊妹的需要，以及规个咱家己本身咱代表着所有众兄弟来向上帝献上迄个芳芳的祈祷的祭。所以，咱
咱需要是用着迄个对主迄个顺服、降服迄款安尼的性命来向主来献上咱的祈祷，毋是亲像迄个咱头拄去讲着迄个伪善的迄个法利赛人的迄款安尼的祈祷。法利赛人伊伫迄中间，伊伫遐祈祷，但是主耶稣伊爱咱的祈祷是啥？毋是要博取人家的称赞，故意安尼伫众人的面前伫遐安尼用着安尼真华丽的祷告，毋是。上帝伊爱咱的是进入内室，关上门，向那个在隐秘中的那个父来祷告。咱的爸，伊就伫咧稳捌的中间来看、来听咱的祈祷，就咱的祈祷要得到上帝的垂听，因为上帝伊无爱听迄个虚假的迄款的祈祷，伊要爱的是迄个忧伤痛悔的心。所以伫咧雅各书内面第4章讲，你们求也求不得，是因为你们妄求。因为当咱祈祷只有干那，如果咱的祈祷若是只有满足咱个人的需要，是讲只有干那维持一个迄款属灵的迄款表面的迄款的迄个现象的时阵，安尼。咱认真讲，咱是对上帝一种的冒犯，对上帝的一种冒犯，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用那个安尼心灵跟诚实来向上帝祷告，我们只不过只是做一个表面文章，或是在满足着自己的私欲。所以咱要安尼，咱要怎样来祈祷？咱要怎样来去迄落主伊伫咧暗中伫遐来监察咱，知影咱的心思，知影咱的意念，所以咱需要是迄个学习迄个诚实来面对自己的迄个祈祷。咱毋是用着华丽的祷词，咱是用着真心诚意来向上帝来伫遐来倾心吐意，讲主啊，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咱伫咧迄个规个祈祷的内面，一个真要紧的，是迄款自我反省的心，是迄款安尼，互别人因为咱来为着即个人伊的需要来伫遐代求，上帝伊伫遐监察咱，伊知影咱安尼听主内面主内的肢体，伊伫遐知影咱听主伊的教诲，所以咱迄款安尼的祈祷，就要得到上帝的垂听。第4项，咱有可能的迄款安尼恶习，就是咱滥用上帝的名义进行属灵的操控。这是一个上危险的一个迄个恶习之一，也就是妄称上帝的名。有当时咱会讲上帝如此说，上帝告诉我这个像讲牧师若讲道，圣神安尼甲我讲。讲圣神甲我讲，甲恁讲，恁着爱注意听。是毋是真正的？有可能是满足咱家己的迄个权力迄个欲望，直到咱伫迄中间假用着上帝名义伫遐来进行属灵的操控。耶利米书23章伫遐就伫迄中间来真严厉的谴责，伊遐讲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话，因此我必与他们为敌了。你要想想上帝甲你做对敌的，南山使用上帝的名，上帝甲你，伊都毋是干那迄落唔听尔，是甲你为敌。所以主耶稣安尼，伊嘛伫咧马太福音内面伫遐来斥责即个宗教领袖。伊讲，这个宗教领袖将迄个真恶的担的担来捆伫咧互人去担啦。但是伊却连一支枕头都唔肯叮当。咱伫咧咱现代，迄个属灵的操控，有可能是伫咧讲台顶，嘛有可能是伫咧咱的人际关系顶面。亲像讲，有当时咱嘛捌听过上帝告诉我，我之前捌讲过迄款例讲
上帝告诉我，尤其是一个弟兄对一个姐妹说，上帝告诉我说你要嫁给我。哇！上帝告诉我，哦，这叫你要大的帽子扣上去了，哦，想要操控。啊，有个人讲我，就真正听哦，上帝安尼讲好啊，我就嫁你安尼。但是，若较有智慧的姊妹讲，毋过上帝那像无感动我啊。若真正上帝感动，应该是彼此之间，上帝拢会对对方来讲话嘛。所以但是另外一种的，就是咱伫咧教会内面，咱嘛会通看见的，就是用另外的一种的操控，就是情绪勒索。哦，这是咱伫咧咱的生活中时常会去拄着。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有智慧去分辨，啥物会是操控，啥物会是真正是出自疼心。所以咱会通看见，迄款安尼用着滥用上帝的名义来伫遐进行迄种属灵的操控，这毋是干那是欺骗，哦，乃是认真讲，这个照出来记内面所讲起，这是叫做亵渎上帝的名。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咱的上帝无甲伊当作无罪，所以安尼咱要怎样来防止咱陷入即款安尼有当时咱认真讲是无张持所犯的即个属灵的即个款安尼指控。咱需要伫咱所行所做的每项代志顶面，咱需要凡事用着圣经，诚做咱的准则。上帝话敢真正安尼讲，圣神引带咱，互咱会通安尼带来有对上帝来的迄个平安，甲着因为有主的真理，诚做咱的迄个支持。毋是用着安尼，互人心内有惊吓，也是互人致到心内有混乱。当咱伫遐领受着，就算讲咱家己伫咧安尼读圣经祈祷了，咱有领受着一款一个咱讲 message 或者那个信息，咱嘛爱伫咧中间来查验讲，即个信息怎么伫咧我的脑海内面出来？即个信息，安尼即个信息是毋是有荣耀上帝？是毋是有符合圣经？是毋是会通带出、会通结出迄款圣神的果子？所以咱需要安尼伫咱的生活中真正会通真细意，无伫咧迄个中间来滥用上帝的名。第五，咱有可能将上帝第一当作咱的口号。上帝第一常常挂在我们的嘴边吼。主啊，我要跟随你主啊，我要怎么样？主啊，你是要耶稣是我家之主。但是有可能咱真实咱的生活内面有其他的物件是比上帝较要紧。它有可能是我们的手机，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或是我们的娱乐，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上帝是排在比较后面的，甚至是最后的。我会记得我伫咧进前以早我搁伫咧我的母会，阮有一阵安尼，咱讲录影的同伴。阮即个录影的同伴内面有一个，因为伊过去伊真侪时阵，伊拢会去，因为伊家己的工作内面有一部分是咧叫做烤小卷，所以伊就到处去到夜市啦，倒位也是去到一寡迄落安尼风景区，就伫遐烤小卷，所以咧，伊就会住伫遐，伊拢啥露营，所以伊有足侪露营的经验，所以落尾手，阮就安尼甲着即个兄弟因的家庭，阮就几下个家庭拢对同齐咧露营。但是阮就算讲到新年。农历新年咱毋是拢有清明礼拜，阮就安排讲农历新年阮要去露营，去环岛旅去露营，
但是一个真要紧的，阮拢先约定好势。迄个请下礼拜煞才出门。上帝第一是安尼咧做。你做咧，你要去龙营，第一件代志先来敬拜上帝。毋是讲啊，今仔日要来龙营，好透早就来出门。阮就算讲像迄届，阮迄届安尼会龙营，礼拜煞大年初一，礼拜煞，你用想象，才出发会发生啥物代志？塞车就塞。你知影，阮迄届，阮对台中开车开去到台东的资本，开几点钟？开10点钟。礼拜煞开10点钟去到遐，已经延暗10点。阮安尼去到遐，安尼才开始搭帐篷。上帝第一，无伫咧迄个中间讲啊，即个咱的行程安尼哦，咱所以需要先大先来行。什么叫做上帝第一？我的囝儿安尼伊后来伊准备要考即个学士后医，伊就安尼将伊的工作辞掉了，伊有缘共款伫咧教会内面服侍。伊周间伊去补习班，去遐安尼去上课。但是到拜六的时阵，教会安排伊安尼去帮赞一寡遮少年人学习怎么样伴奏。伊就伫迄中间带因伴奏。礼拜日伫遐参加礼拜，伫遐安尼来服侍主。伊就逐礼拜安尼行。上帝就看重伊，所以有真侪人安尼因伫咧考试，安尼爱考几啊遍才考会着的。伊伫遐准备1年了后，上帝就互伊安尼会通考着学士后医。什么叫做将上帝放第一？你将上帝放伫咧第一，上帝就将你放伫咧第一。咱毋是干那读主的话、上帝的话，但是咱想想讲，如果咱若将上帝安尼放伫咧后壁面，咱到底会发生啥物款的代志？所以主耶稣伊伫咧约翰福音14章内面去讲，凡爱我的，就会遵守我的道。如果咱若无读上帝的话语，也无要去遵守，安尼咱要讲咱是一个基督徒，安尼，迄是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我毋知影讲咱伫咱中间，咱的性命到底，咱的属灵的性命到底怎样？当咱来到伫教会做礼拜，教会拢有准备，头前有诶椅仔面前拢还佫有准备圣经哦。你有真正去献过无？你的厝有圣经无？你一礼拜内面，咱一礼拜7天，你是毋是只有干那主日礼拜才献开圣经，还是甚至连圣经嘛无献？因为咱已经有荧幕啊，所以有的人到尾也煞无啥会晓献圣经。请问以赛亚书是新约啊旧约？毋好感觉我问的是足愚蠢的问题。有的人点知毋知。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在新约还是旧约？如果咱若无读上帝话，咱对上帝话语拢无真清楚了解，你一礼拜7天，你甚至连1天你都无甲圣经甲掀开，有可能真正你的圣经已经当时已经灰尘满满，等伊出去看家己的圣经，看是有灰尘。如果若有灰尘，赶紧来甲切咧。因为迄毋是上帝第一，因为安尼迄款安尼信仰是上帝备用，是上帝摕来咧做你的备用的、备胎的。所以希伯来书内面甲咱提醒讲，上帝道是活泼的，伊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生命来的剑
卡来，是会用安尼刺入剖开的，是连那个甚至魂与灵，还有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的。所以咱若只有甲圣经当成做咱的装饰品，啊是你伫咧你的生活中，你的床榻面顶，啊你伫咧身边，啊你戴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那你就真的是基督徒吗？如果咱若无真正甲挖出来，安尼咱有可能失去迄个属灵的迄个方向。安尼咱要怎样？咱所需要的是每一天，咱应该优先来亲近上帝。我毋知咱到底咱的习惯怎样？咱伫咧咱一天起床了，你是毋是一个先亲近上帝，伫遐来读经祈祷，还是你就已经马上进入迄个忙碌的生活？无毋对，咱有真侪，咱的特别是姊妹，你还阁为着你的囝儿逝世，还是先生来准备伊遮的早顿。但是我嘛要安尼讲，有一寡人为着要亲近上帝，伊甘愿阁提早阁较早来起床，伊先将上帝的话语亲近上帝，来成做伊生命内面的迄个第一要紧。伊先读完上帝的话语了，伊才去做代志。何况如果咱只不过是甲提早10分钟，将上帝的话来甲读一遍，伫遐来做一个安尼短短的祈祷，亲近上帝，咱才来开始咱的生活，敢袂使？毋好将上帝第一成做咱的标语，乃是爱成做咱的习惯，将上帝第一成做咱的对迄个口号，成做咱的生活的方式。第六，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所活出来迄款的有款的歹的习惯，有可能就是咱心怀骄傲、自以为意。迄个骄傲是所有的罪的迄个根源。当咱人的心中，咱家己一直掠，咱家己比别人较好，看见别人的时阵，咱的心内有侪迄款安尼迄款比拼，咱有可能咱已经渐渐远离上帝的恩典。箴言第16章内面安尼讲起，就讲既然心内骄傲的，是上帝所厌恶，然后是所厌恶的，上主厌恶心骄傲的人。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迄个骄傲会互人低到拒绝悔改，拒绝安尼听劝，人若甲你口劝，听袂落，心内骄傲。甚至伫咧教会内面建立家己的王国，家己拢毋知影哦。咱真侪时阵，咱所挖出来，咱家己拢看到的都是别人不好，别人不对，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如果咱若是安尼的时阵，有可能咱共款嘛陷入迄款安尼的即个歹习惯，咱家己毋知影。直到咱互上帝对咱来厌恶，就较亲像即个法利赛人，因安尼真清楚安尼遮个律法册，但是因却无法度认出迄个即个真理的主。因掠做因家己自我自以为意，但是主耶稣安怎讲起法利赛人遮个人？因讲遮个人是啥？毒蛇的种类。所以，咱只有一个真要紧，咱需要去好好来去修正的是，咱需要学习主耶稣的迄款安尼迄个款式。咱伫迄个中间，咱需要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来，我的 PPT 奈无去。OK， 咱需要学习主耶稣的迄款谦卑的精神，迄个一个真正属灵的成熟，毋是干那咱讲高抬自己，乃是咱反而是搁较屈低家己，咱要成全别人。当咱不管是伫咧家庭也好，伫咧教会也好，伫咧所有的所在，咱会记哩，主耶稣伊谦卑家己，所以伊无掠家己
安尼做甲上帝做平等，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形象。安尼咧，咱家己，咱要安怎伫咱的性命内面活出来，嘛是共款啊，就是用着谦卑的精神。咱伫咧教会内面，咱伫咧服侍中间，如果若伫咧教会内面有无共款的意见的时阵，咱毋是伫遐坚持咱的意见，咱伫迄中间是要听清楚对方到底咧讲啥物话，伊到底甲我有啥物款的差异？伊伫迄中间，伊的意见有比我较好无？如果若伊的意见比我较好的时阵，我是啊毋甘愿屈低家己，伫迄中间，我是啊要依然继续来坚持我家己的意见。上帝主耶稣，伊伫迄中间，伊所爱咱学习的是学习主耶稣迄个谦卑的款式。第七，伫咱的性命内面，有可能会迄款安尼迄个恶习，就是迄个散播纷争、制造不和。箴言第6章第16节到19节内面去讲起着，伫遐主耶稣耶和华列出耶和华所厌恶的代志。上老尾一项就是伫咧兄弟的中间来散播纷争，不管是八卦，也是挑拨、制造分裂，这拢是魔鬼上欢喜的工作。教会毋是战场，教会是啥？是上帝的家。但是当有人伫遐传递不实的信息，是讲刻意伫遐制造迄个对立，互规个信仰的团体来伫迄中间受到伤害。保罗伊安怎伫咧以弗所书第4章内面去甲咱讲起，就讲爱竭力保持圣灵所示的合一，竭力保持圣灵所示的合一。伊伫迄中间两兄弟合一，毋是迄种叫做会自然发生的，乃是伊需要去竭力去维护的。咱是毋是有可能伫咱的不经意的中间，就伫主的教会内面，咱伫遐来挑起纷争？安尼咱要搁怎样做？咱需要的是检讲一寡是非，搁较济为着彼此来伫遐来带倒。当咱听见别人的软弱的时阵，咱毋是伫遐来散步，咱是要伫遐来压扛。咱伫迄中间毋是批评，咱是伫遐扶持咱的兄弟姊妹的软弱。因为基督伊疼伊家己的教会，甚至为着伊的家己的教会来放弃性命。安尼，咱诚做主的门徒，咱检视嘛是共款爱学习主的款式，来伫遐疼主的教会，疼主的教会内面的肢体。咱伫迄中间来彼此扶持、彼此带倒，毋是伫遐来彼此互相来攻击。所以弟兄姊牧师伫咧今仔日，咱安尼提出即几项的即个上帝所厌恶的即个恶习，期待咱会通安尼好好来去亲像，有一寡代志检测伫咱的生活中、咱的生命中有可能发生，嘛有可能是稳重的，但是这个拢伫咧上帝的眼中是看做无好的，是厌恶的。所以真正信仰毋是迄个外在迄个宗教的迄款安尼的行为，乃是咱内心的真实的幸福。上帝不要我们，他不是要求我们完美，他是要我们悔改、回转归向他。所以咱会通看见是，咱的主他不要我们那种虚假的外表，他要我们的是那个真诚的心灵。所以期待咱会通带着迄个忧伤痛悔的灵，来到伫主的施恩的宝座前，来求伊来洁净咱，也来更新咱，恢复咱甲伊迄个亲密的关系。咱头一开始的时阵就讲，有可能即几个习惯，咱的即几个习惯，递到咱甲上帝
隔离，咱甲咱的主的内底的兄弟姊妹的隔离，直到咱的敬拜无得到上帝的接纳，咱的祈祷无得到上帝的垂听。所以求主帮助咱，如果咱的迄个敬拜无搁再是谎言，咱的祈祷无搁再是迄个空洞的，安尼咱就要看见咱的迄个性命，要带出一个无共款的性命来，是一个安尼得到上帝欢喜，咱所献的祭是迄个安尼得到上帝所欢喜的馨香的祭。所以咱头拄所分享的，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去搁一摆来复习。伫咧咱头拄所讲到即7个恶事的中间，倒一项是上容易伫咱的性命内面所出现的？圣神伫咧咱的心内，伊对咱伫咱的脑海内面怎么浮现什么款的现象？咱是毋是愿意伫咧安尼伫圣神的面前来承认，并且咱伫遐来欢喜，来开始来做即个悔改？第二，咱是毋是捌安尼将上帝第一诚做咱的口号？却忽略咱实际上伫咱的生活内面，迄款实际上的操练，安尼咱要怎样来实际去调整咱第一步，咱要怎样来行？第三，咱伫咧咱的教会中，也是咱的家庭内面，是毋是咱安尼真无安尼，咱不经意就伫迄个中间伫遐来传递，散播论断纷争。如果有求主帮助咱，互咱搁过来，咱无搁再诚做安尼的基督徒。咱会通安尼怎样来去选择，诚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咱要搁怎样来去确保咱所献的敬拜，甲咱的祈祷是真正是真实的，毋是一种安尼俗灵的表演。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咱所领受到，会通好好搁一摆来去回想去亲像，特别咱今仔日咱要等下咱要来改选咱的信任的种子，咱伫迄中间，咱毋是用着批判，毋是用着安尼论断，乃是咱要伫迄中间看见上帝伫每一个人内面所行迄个美好的。伫咧伊的生命内面所发出迄款美好的生命，伫咧什么所在？咱伫迄中间来去分辨，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搁通欢喜的旨意。互咱今仔日，咱的礼拜，咱的即个会员好会，咱也犹原是照着上帝伊所教示咱的，咱就伫迄中间来真实践咱今仔日咱所领受到，伫遐来分别上帝的心意，互咱会通安尼。选出上帝所要使用的遮个同工来服务咱，服务主的教会，互主的教会伫即个社区会通搁较广阔，会通做搁较好的工。求主怜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无搁再用着误会手来献上。空洞的即个敬拜，也无搁再用着论断来暗砍阮的伪善，也求主帮助阮，互阮无搁再用着迄个有口无心的祈祷来成做阮的表演，也求主怜悯阮，互阮无搁再滥用上帝名义来进行属灵的操控，互阮。将上帝第一，无搁再是口号，乃是阮生活的一部分。互阮无搁再心怀骄傲、自以为意，乃是阮要欢喜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来谦卑顺服。当阮伫咧面对着纷争的时阵，阮无搁再散布纷争、制造不和，乃是阮要欢喜来安尼，互主伫你的教会，甲着伫阮的家庭，以及伫阮个人的生命中来掌权做王，互阮伫阮所行所做逐样的代志顶面，愿拢高举主的名，互主伫阮所行所做的任何的每一项代志顶面来得到荣光，来互阮安尼真正所会通活出，互人看见阮的生命，就认出阮是真正跟对主的。
也愿意来同心来军队，来服主你的名，来得到荣光。愿安尼恳求祈祷，靠着所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咱来吟第1节到第4节，请起立来吟全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用情的诗，相信听他。使徒圣经来宣示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五活，上天。加在全能的父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仔日是11奉献吼，是请咱有准备的兄弟吼来11奉献。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下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阮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是像影，无通仰望长长之地。
邀我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愿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谢谢。这是咱的感恩奉献，请方美珍执事甲曾建民执事来书献。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吼。咱先来读这个台语吼，来咱做伙来读。主讲，这个主民用嘴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毋过因的心离开我，因敬畏我，不过是照人留落来的假事。以赛亚书第19章13节。好，过来咱来读华语吼。来，主说：因这百姓以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前人的命令。以赛亚书第29章13节。好，过来咱迎新报告哈。毋知有第一届来的无？吼，我看到一个吼，真久我看。宜兰人在讲真久，应该是石文玲老师对吧？好，我们欢迎哈，石文玲老师哈。你坐你单张路边啊，所以看起来拢无变。这有两个意思啦。好，过来咱来看这个要不要顺便介绍那个薛秀敏？要不要顺便介绍薛秀敏？搁一个在外面，那个请那个秀敏姊妹啦吼，这个应该由牧师来讲较妥当。咱的迄个干事适配吼，伊会甲安尼服伫咱的教会服务到10月底吼。咱有新任的干事薛秀敏姐妹吼，安尼伊欢喜甲咱同工吼，
秀明姐妹，伊是罗东教会吼。啊，其实伊伫咧拄啊开始信主的时阵，是伫咧咱南阳教会吼。所以真感谢主伊嘛知影讲咱今仔日要会员好会，嘛欢喜来参与同齐来帮助咱吼。即个安尼规个事工，所以咱搁一届来鼓掌吼。若后悔若记着伊吼，就爱搁较甲因招呼咧，互伊较有温暖咧吼。无安尼讲安尼远对罗东来到咱遮吼，咱安尼爱搁较好好对待因吼。好，多谢。哦，欢迎吼，听讲是陈长老的学生爱吼。哦，你的贵家长啊？哦，了解，好，来。好，再来咱来看这个酒报的部分吼，咱迄个报告事项吼，第一点咱兄弟来过目吼，第二点嘛，请兄弟来过目。然后咱迄个投票的规定就是，咱甲新的会堂有关系的投票有3项吼，咱是伫个昨今仔日吼，过来就是后礼拜吼，后礼拜拜六甲后礼拜日吼，早起时啊吼，9点到12点，你莫12点半才来吼，12点半才无人，9点到12点吼，通来投票吼，签名吼，所以咱足侪兄弟早起拢有投票吼。过来第3点就是后一个主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吼，学院会派这个王牧师来教会请安正道吼。嘛，请咱兄弟为着圣经学院的事工来关心代祷，及奉献。过来就是2025年的洗手爱无限吼，关怀事工吼，这个100吼，这是咱教会真好的一个传统，咱这几年拢会帮助这个送养需要帮助的社区吼，尤其住伫咱这附近吼，算讲较迄个社会局有编列名册的啦吼，咱会去甲照顾。咱兄弟奉献500块，TVBS 嘛相对奉献500块，那他就会拿到1000块，好，我们是要100户，所以100户是500块，所以就是要5万块，对不对哈？目前哈2万块，所以还佫差3万块，吼，2万咱兄弟吼，咱会细小食较少者，好无吼？这2礼拜咱小可催者吼，加油者吼，咱这是做上帝所欢喜的事工啦吼，再邀请大家吼，咱来共同参与吼。过来就是信德奖学金的申请吼，伫21号进前吼，爱提出来吼。所以咱兄弟若有迄个咱的囡仔伫读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拢会送你吼。伫个21号进前，就是后礼拜吼，毋好超过这个时间吼。过来就是各团体，请咱伫个搞这个10月到12月聚会的内容吼，同来制作这个行事历吼。具体消息的部分，请兄弟来过目吼。咱10月16号伫东山教会有这个双年的事工吼，咱请双年的会友吼，再注意这个时间来参加吼。我看咱教会双年的事工足活泼的吼，足活泼的，非常有活力吼，不大像双年吼，像壮年哈，足有活力的吼。好，过来代祷的事项，请咱兄弟来过目吼。咱伫迄个平常时咱每一工拢会当为着因来提名代祷吼，包括雨爱啦吼，雨爱，个曹金弟兄、银莲姐妹吼、素儿姐妹、甲春梅姐妹吼。好，过来咱来看周报后壁面的这个顶周的聚会出席，请兄弟来过目。过来事项就是咱过来即礼拜吼，咱轮到事项的兄弟，请咱备办心吼来准备。过来就是过季的报告吼，伫周报的后壁面吼，咱通来看吼过目。若是有写了毋对的所在，则找干事来做更正吼。以上，无需要补充，无吼。好，安尼咱今日的吟圣诗402首，吟诗线咱请牧师来祝祷。咱吟2遍。春秋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愿家家己来行，
是我愿献欠你是正，赞我答你遵守你改变，互我的黑暗中做光明，对做错失的人，这是我人生必经。恳求主，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步，假使我愿献欠你是正，赞我答你遵守你改变，互我的黑暗中做光明，对做错失的路，这是我人生的前望。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以真正胜，各愿恁的神甲父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定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离到世间的路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咱要随时要来召开会员好会，请咱所有的会员到伫门口即个招待道的所在签名，咱要用着咱的签名来